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马祖海底电缆线透早又搁断线，目前通讯申请卫星甲未破，要等到2月才会修理好势。台中青泉港空军基地一个姓吴的查某士官长，曾获 IDF 的战机进气口吸入去，不幸死亡，早起进行遗体勘验。嘉义县大埔发生规模6.4个大地震，台南南西乡真侪人家厝受到损害，有451间厝申请鉴定。来看中华电信今仔紧急公告讲，台湾马祖第3海底电缆线正正伫15断线，伫今仔透早第2海底电缆线嘛搁传出断线，针对连续2件海缆线断线，所谓发电部今仔早起嘛出面说明。我们即刻启动，请中华电信即刻启动微波的紧急备援。那原来涵盖的，原来对正在马祖地区涵盖的语音电路、网际网路服务不会受到影响。好，那在海象允许的状况下呢，我们现在收到的通报，最快会在2月底，2月完成修复。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对外的通讯主要过去都是靠海缆啊。那当然我们也了解这个有可能像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海缆断层，所以我们也积极布建，为了韧性，我们积极布建像卫星通讯、地轨卫星，就是这一年。去年我们数阿部投入大量资源，不管发生什么天灾人祸、人为破坏，我们都有足够对外的通讯的品质，这是我们数阿部一个主要的任务。针对详细断线的原因爱个了解，司法部表示讲已经启动微波备援，确定讲过年期间网络未受到影响。海巡署初步是了解讲各种的所在无准接经过，中华电信表示讲上近2月会当修理好势。再来看台中的青泉港空军基地，一个41岁姓吴的查某士官长，昨早起互 IDF 的战机的进气口吸入去，不幸死亡。今仔早起，军方甲检方进行遗体勘验，要来了解死因。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讲，军方的 SOP 应该无问题，有可能是第一线的人员有疏失。军方嘛发新闻稿呼吁外界莫乌白药。台中青泉港空军基地姓吴的士官长，去互 IDF 战机发动机甲入去死亡。军方人员2日来到台中殡仪馆会同检方，准备验尸调查。有军事专家表示，士官长可能是无注意到动线，才会踏入去危险区，造成意外。或是说为了求快然后呢就穿越就前方，然后到信，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飞安事故。这个士官长伫咧军中已经18年，去年才对雷勤调去外勤做士官长，所在伫2月执行日常勤务时发生意外。专家表示，战机一般伫咧完成勤务了后，拢会拖转去机堡，因为这已经算是真普遍的例行训练。怀疑就是地勤大家拢做甲真实手了后，煞无完全遵照作业流程详细检查，才会发生意外。SOP 没有问题，问题就是说。在于地勤组员太过熟能生巧，没有贯彻那 SOP 熟能生巧的话，其实会容易出状况嘛。所以出状况就是因为他觉得说他太熟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人为疏失啊。军方发布新闻稿表示，目前专案交予专案小组配合检方各单位来调查，也希望各界伫咧调查期间莫搁乌白乱药，也强调会赶紧厘清事故的原因，尽力提供家属后续相关的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受到昨嘉义大埔的大地震，搁有地震尾的影响，台南玉井一栋文化大楼的1楼条啊受损是真严重，经过鉴定列作危楼。台南市政府已经派人去进行补强，望讲互受灾户会当赶紧登去处理摕物件。嘉义台南今仔早起嘛，搁有地震尾，或者是表示讲目前有较减少，虽然无法度完全来排除讲可能会搁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也毋过几率已经较细咯。有人装涂骹，有人咧拍电锯，工人日透早伫1楼无用装钢骨起哩，甲大楼建起来，避免地震尾会搁损断大楼结构。台南玉井文化大楼受到211嘉义大埔大地震甲地震尾影响，1楼的条啊比较较严重，风大危楼红单。因为真侪住户咧摕伫的时拢袂赴提行李，工人自2暗开始补强作业，希望会当赶紧互受灾户转移出来款行李。希望在那个中午之前会把结构性补强的部分把它完成，交给那个
市政府他们那边做后续的一些那个补救加强的措施啊。池上那个都掉了啦，啊，屋里面也是有裂开，我也不知道敢不敢住啦。啊，没不敢住，你要住哪里？特别过年啊，即阵煞要有路无厝，受灾户拢真无奈。嘉义台南地动尾不断，地动中心集中伫台南南西南化区，部分伫嘉义大埔甲阿里山乡。台南早起8点外时，南化甲南西拢有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动尾，居民惊灾情会搁再扩大。这些地震呢，大概都发生在这个靠近山区的地方哦。大埔地震期间呢，已经造成了一些落石或是一些这个路面损毁的状况，要注意到这个落石可能会砸下来的一些现象。学者认为，这届大地震也是有受到部分去年花莲大地震的影响。不过，地动尾已经有豆豆咧减少，虽讲也未当排除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但是几率已经变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嘉义县大埔发生规模6.4的大地震，台南南西区有真侪人家厝拢受损，也毋过民众嘛无想要离开，有的是先困伫车顶，有的就继续踮伫厝里。公所是表示讲，目前有451间厝有来申请鉴定，今仔会全部来完成，嘛已经协商旅馆、青年活动中心哦，会当来安置至少152个人。民众一透早就无用整理家园。台南南西湾区地区因为地点较压贴，厝体大部分拢是红瓦厝，未堪得6点岁强震，受损非常严重，甚至有徛过厝顶规个放弃，加上资讯无打码，地动了后，也是有人硬住伫咧边仔的房间，无去安置中心。伊咧遐厝遐有走去。嘛是有走去就对啊。会有发落。你安尼，你暗时安尼困内面敢困了，暗时因为10个地动样知上。够2-3个地动，我知，你搁困伫内面就对啊。对啊。袂感觉讲安尼惊吓是？加减嘛。但是捌听有较严重，大家拢伫外口啊。你拢困车顶安尼？无毋敢在内面啊。地动了后，南西重灾区有真侪民众的厝体受损，为更加已经搭上黄单甲红单，也未少人排队等待土木技师的鉴定。区公所也安排老人文康中心、旅馆、青年活动中心安置灾民，目前有42位接受安置。即摆先去以前去带爸爸妈妈的厝遐，嘛唔敢倒来厝吼。唔敢，这袂大只啦。所以你们现在也都还在等。对啊，还在等。你们晚上还住在这吗？对啊，不然要去哪里？那今天结构技师工会也会持续派技师来办理相关的房屋鉴定。另外，在收容的部分，目前有收容42名。地动了后第2天，也是有几个架的地动尾，除了民众的徛街以外，连餐厅嘛受损严重。这几天拢无法度做生意，加在外界资源一直入来，希望灾民会当度过灾后的复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去美国参加川普就职典礼8个跨党派的立委哦，昨晚去拜访美国的国会议员。韩国事是表示讲，望美大的相中特税快速减免的法案会当顺利地参议院赶紧来通过。今天来美国国会，除了拜访友台小组以及相关的议员之外，我们也期盼美台双重这个课税的这样的一个协定，经过了众议院、参议院这边也能够加快速度的审查，这对于台美双方企业界来讲是巨大的利多。再者，我们也希望跟美国国会跟国会之间有更深入跟广泛的交流。伫驻美代表如大瑞陪同咱国立委甲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见面，参加会议的众议员是表示讲，双方有讨论到军售甲军事援助，无讲到台湾晶片的重要性。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哦，强调讲美国优先。川普伫选前讲到，咱台湾应该爱纳保护费予美国。咱国前驻美代表高世泰就讲，咱家己应该爱安全大保护案，也毋过毋免伤过惊吓哦，严肃立独观来看待台美的发展。嘛建议讲，咱台湾就爱展现家己的价值，才有法度创造愈侪对话的空间。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宣告川普2.0时代来临。伫就职演讲重点放伫咧美国优先，佮加上伊选前针对台湾讲爱交保护费，引起咱个人的关心。台美关系伫未来4年爱安怎行？前驻美国代表高世泰立例讲，保护安全带，也毋过毋免惊。绑好安全带，但是 don't panic。台美关系呢，当然我们有很多价值的同盟。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经贸安全的共同的利益。高秀才对台美关系表达真心乐观。伊讲台美的利益小态情形真严重，不过台湾也爱展现家己的价值，才能创造更加侪空间。另外，川普拄则上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甲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视讯对话。内面有讲到川普、乌克兰加台湾的问题。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解放军从俄乌战争里面学到了什么，这也是其实美国或其他国家现在最关心的一点。台美国会议员也深化交流，立法院长韩国瑜带跨党派立法委员庆贺团到美国，去国会山庄拜会纪律会当量级的联邦参众议员、台湾连线跨党派议员欢迎午餐会。联邦参众议员拢重申对台湾跨党派坚定的支持，也希望能赶紧推动通过台美片面相重扣税法案。I stand ready to implement President Trump's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to deliver America first, peace through strength, national security leadership on the world stage. 因为美国准联合国大使史蒂芬尼克伫参加临时听证会时阵，表示讲应该确保台湾上大程度的参加国际组织，并且支持对台湾防卫性援助，强化协作的力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114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三读通过了，文化部的主管预算本地是编290亿，洪台调11亿，总计34亿。国民党团嘛要求讲爱停止中正纪念堂转型正义相关的工作，要求恢复一队礼宾的勤务，甚至有捌办过的人权运动预算都爱拖长去，嘛要处罚相关的人员。文化部是批评讲，这根本是民主倒退路。国民党团是呛讲，爱民进党卖个操作亡国感。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之一三读通过，文化部主管预算原来编列新台票290亿，经过初步计算，总共删除11亿，总计34亿。文化部长李万认为，无合理煽动是轻视台湾文化发展。所以呢，都有案提出来，每一个都是和民意对抗，每一案子都是他和个人真实死刑，他要判4000多个死刑，他现在还那么在乎吗？对国民党团提案要求停止中正纪念堂转型正义相关工作，要求伊对内阁内底，个别对回人权活动款项对相关人员进行定处。文化部批评是民主倒退路，表达深切的遗憾。什么政府要被瘫痪啦，国家要关门啦，甚至说国家要亡了，民主倒车啦。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要让民进党政府吃饱吃足，这才是民主呢？院长会针对预算案提复议吗？谢谢。还会有其他救济方式吗？谢谢。院长，我们要在内心努力。谢谢。杜荣泰一表示，因为各部会业务会做到删减动价比例悬，恐惊影响中小微企业多元进行，六大区域旗舰计划等。另外，后续救济行为，行政院表示提出复议也是选项之一。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年2、3月，全国农协会特别选举了，分林某是农业大官，农协会选举嘛，互外界认为是地方选举的指标。分林地检署今仔日在小组要来端正选风，嘛呼吁民众有贿选的情报，就要主动检举。甲红布条揪落来，查实贿选暴力执行小组正式成立。各个外国特别全国农协会选举，分林县属于农业大官。过去农协会选举的结果，往往会影响到地方选举。所以讲，分林的地检署就邀请相关单位加强查贿选、抵制暴力。那我们要结合县警局、调查站，还有这个政风处的力量呢，我们要形成一个交叉火网然后就各自的职责呢，来做好自己的选举查查的任务。分林地检署表示，贿选的方式有真侪种，包含收现金、招待旅游、收关家物件，拢算是贿选。那民众有发现相关的情形，拢会当甲地检署也是警方检举。选举也越来越竞争，越接近白热化。那云林县警察局会在云林地检署的指挥侦办之下，跟所有的执法协力团队发挥最大的侦查能量。收报的结果，目前有斗南农会、大埤农会、口湖农会还有水林农会竞争态势较为激烈。那么呼吁所有的这些
农会代表乡亲切勿进行贿选买票。检警表示，顶一届云林县农协会选举，计共查到14件贿选案。即阵离2月、3月选举哪来哪近，绝对袂容允有任何妨害选举的行为。民众若有收到相关贿选的情报，拢会当保密检举，相关单位会赶紧去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张总预算案完成3套，拢总台减大约2075亿预算拍破纪录。今仔日有民间团体就成立反共后台志工联盟，要伫各地来发动大罢免的行动。立法院1电拿被两大党人所优势之下完成3读，通过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拢总是台减大约2075亿的预算，说出对原本编列的3条额减做大约2条9248亿。这当中包括要补贴台电亏损的1000亿2万，也若国防部建立各组预算最后是当加5成大约10亿，其他受到影响的也有教育文化、外交等等的预算。行政院长批评安尼台预算会互政府无法度好好运作。国民党和民众党表示，这是为着要害钱给人民，认为通过总预算也够政府施政。那你每一年要把人民的血汗钱补贴台电2000亿，是不是卓荣泰院长？你每一年要瘫痪国家2次。我也要警告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请不要再利用错假的讯息来制造社会的对立冲突。为着要互立法院听到民间的声音，1月2日29个 NGO 团体，也有各地30外个罢免公平团体成立反共后台志工联盟，罢就守护台湾。包括台湾北社、南社、周兴城，也有北京等等，拢出面声援全台湾的大罢免行动。联盟成员表示，都是因为看到最近立法院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这民间关心的议题，也有预算受到影响，希望透过发动全台湾大罢免的行动，把无责任的民意代表罢免掉。一连串的扩权、违宪、乱政这样子的一些立法，一直到前天各位也看到，他在我们的立法院里面的话。竟然在我们中央政府的总预算里面的话，在中央政府可动支的预算情况底下的话，甚至大砍乱删，冻结了高达34%的预算。这个的话，根本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中央政府完全没办法动弹。之所以要站出来，是因为傅昆萁带领着蓝白两党在国会大乱，迫害了全台湾，同时也让花莲蒙上了一个被全国人民指责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要出来对抗。针对中央总预算最后3读的结果，总统罗清德嘛伫咧面册刊文回应，伊指出，无论是台检还是冻结的金额，拢打破历来相关的纪录，这影响到人民福利以及国家的运作。罗清德表示，完全无法度接受，嘛呼吁在野党精神思考，互国家通稳定运作。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过年要到咯，诈骗是愈来愈长手。经济署统计讲，1月21天报案的诈骗金额加起来就超过3亿，所以提醒大家，投资诈骗、各伪物件诈骗这2种上接发生，嘛有超过3成。银行柜台前，警方登记巡视，发现这个姓周的查某人户头有各样侵入孙门，发现伊最近竟然真侪解汇钱入去一个姓孙查某人的户头，暗过2个人根本无接见面，警方赶紧介入扣劝。另外，还有大安区警方最近就2届接到民众报案，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媒体讲投资比特币稳赚袂了，分别互人骗453万加700万。农历春节伫要到啊，民众手头钱较济，诈骗集团嘛对咧来。蛮常见的，应该说就自求多福。我们就有啊，没有被骗，但是就是有结果。春节期间金融交易真济，网购需求嘛增加。根据经济署伫打查仪表板的统计，今仔27天就有3亿4千万金额互骗去，即嘛诈骗集团佫较有进步。时讯通话点一个新功能，也会当分享任务画面，互沟通更加方便。暗过社群平台特别提醒，有不法分子利用民众唔知新功能来犯罪。诈骗集团是假金融机构放贷款广告，互民众关心，各加讲要进行核贷验证，怪民众开分享任务功能。真侪人唔知影这个时阵告知会全部互对方看了，稍微告知外泄，甚至银行消耗的资金都互人偷领去。另外，爱防范的是购物诈欺，嘛伫春节期间比例快速升悬。要求你使用其他的交易平台再传送一个钓鱼连结啊，最后
诈骗集团在洗脑，说要进行金流验证，要他汇款到指定账户。刑事局提醒，诈骗集团有可能假做买主，以操作付钱的名义要求买主点唔知影连结，落地现金都可能飞去。内政部嘛提醒5大要点，包括谨慎选投资管道，小心话术，注意选网购平台，避免买价差大的商品，也加谨慎选付钱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有在使用赖的民众哦，就要特别注意，将赖官方特别公告讲，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做银行，利用贷款的广告，讲民众会当透过赖来借钱。今仔卖个骗啊，咱就请。这诈骗集团嘛，佮搬出新的部署。咱先来看，昨一日落来，这警政署就收到546件的诈骗通报，而且呢，拢总损失4亿9873.4万。这金额呢是平均一日是有加无减的，趁这年这一个到诈骗集团呢，就是上准有人有资金的需求，所以透过咱的广告声里来借钱，因呢先假做一般的这个银行放贷款的广告出去。这个时阵有兴趣的人，伊就来问，所以互相加入赖了后，这对方就会有一款讲法，先甲你讲，这贷款呢是需要核贷验证。普遍来讲，这听到核贷验证，大家呢拢会雄雄杀无涨，所以这个时阵诈骗犯呢，伊就家己假好心，讲会当为你来提供技术性的协助，教你到底是要安怎操作，所以建议你分享你的赖的用户。这个时阵受害者一个分享出去，照对方的指示去到网络银行，这过程呢，无论你是拍什么款的字，对方拢已经甲你录落来啊，也就是讲你口罩内底。无论是这个密码，也是你的小号，是全部拢互人看现的。对方连面就当照你所拍落的字，甲你口罩内底的钱拢甲领去。也因为这款分享用户的功能是赖公司所出的，所以业者是特别提醒民众，在登录赖的时阵是唔免拍简讯的认证码。若准需要拍简讯的认证码，安尼一定是诈骗。另外呢，伫咧用户分享的时阵，若准发现无写到，就要会记得随甲这个信号甲切互断，才免避免呢，互你手机啊内底的物件拢互人看去。落尾上界基本的，就是讲这网络的广告千万唔通乌白信，尤其银行咧办理贷款的时阵，是绝对无可能参与卡私信的电话甲分享赖的用户，所以民众千万都爱记记，唔通搁互骗去啊！即马咱就甲现场交等伊互主播。感谢相迎哦，咱个继续来看，今仔是台股过年前的封关日，刷来休困11日哦，是台股史上休困第2久的，2月初3才开市哦，今仔收盘股票嘛起225点。日是台股旧历过年的封关日，真侪股民抑搁伫咧调度讲，是毋是要升卖，抑是甲股票买过年？咱来看日的台股，受到每一个4大指数上行的激励，若开盘好，经济也一直向高点行。盘中是拔起超过300点，股民大家拢关心是毋是法度徛起哩24000点。也若台积电伫咧盘中拔起起哩1150块去30块。像台积电啊这一些的全指股呢，他们的走势就是相对的强势哦，所以今天收红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说要挑战历年封关，好就农历年封关的最高指数，那这个是机会是相当大的。台积电也有机会创下历年来就农历年封关收盘的这个最高值。来看过去台股伫咧旧历春节进前封关日即间的行情，2022年2月初5收伫咧15802点，大盘成交值2804亿，即天是起96点。牛年台股以17674点做收，博26点。虎年是反攻，大盘收伫咧14932点，即天是起5点。伫旧年兔年，台股收盘毋若是徛起哩18000点，大盘成交达到3159亿，上面是起36点。专家分析，伫咧旧历年过了后，台股将会伫咧2月初3开盘。若是美国股市会当延续新任总统川普上任的6月行情，台股开市时阵就可能开红盘。是否在释出关税这部分的一些讯息来判断说接下来股市的变化？所以假设这些东西都没有太大的这种 surprise 的话，其实
年后开红盘的机会其实相对是高的，攻24000点的开盘应该是有机会的。专家提醒讲，虽然伫过年后台股开市有机会让冲击哩24000点，不过就要注意台股伫咧休市的期间，日本央行是毋是升利息，抑个美国总统川普是毋是阁宣布新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对股市造成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市的观音区公所有员工方指控讲，甲保管的邮票卖予市民的邮社，赚100多万哦。桃园地方法院是以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产罪，判伊2档6个月有期徒刑，嘛互褫夺公款3档哦。违法贪的黑钱100多万充公。这款邮票每一张的金额拢无同款，同市观音区公所表讲有约聘雇员涉嫌侵占保管的公务邮票。甲邮票用面额的8.5折到9折的计数卖予集邮社，半年来不法获利131万7千块。被告就本案全部犯行，于廉政署询问、侦讯及本院审理时均自白犯罪，并于侦查中缴回本案全部犯罪所得。这个4块的约聘雇员是负责个别年金、机场回馈金、威廉家庭物资发放等通知的业务，并侵占业务上保管的邮票。第二，考虑伊成立犯刑、纳税犯罪所得，佮加上有做公益、欺骗做志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罪，判2年6个月，褫夺公款3年，纳税犯罪所得没收。该单位的主管要求他清查的时候，发现采购的邮票数量跟他应该发的数量上面有所落差。区公所讲，这件侵占公务邮票的案件是社会科家己发现异常的案件，因为通知业务量正大，每年采买邮票差不多20几万。大部分拢是小额8块以上的邮票，较无用起一张一张记录，才互承办人员有机会犯案。代志发生了，已经记过听犯，一个4块的约聘雇员也已经离职。为了要防止弊端，无搁再买邮票，是甲邮局协议直接提起价，结果逐个月结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内大海校务基金制度实施20多档咯，过去大部分的学校拢是甲钱放定存，所以钱会愈来愈薄。嘛，即马有愈来愈多大学会甲校务基金用来投资。各地的中央大学就家己组成委员会来决定讲要买啥股票，今年赚要50%。伫教育部长陈英也见证之下，中央大学的校长朱景荣甲印信交予新任的校长萧淑珊。已经做12年校长的朱景荣，1月31就要卸任。陈英也是真肯定，伊传了中央大学伫研究论文的发表引用的数量，努力向大家和用民交代。尤其运用校务基金投资的部分是表现了真好。看起来中央大学台积电的股票非常多啊，校长怎么样能够善用学校的许多的一些既有的资源、经费的一些益处？我想这需要靠我们校长的大智慧。其实获利率超过50%，很多学校是会委外，那我们是觉得委外的话也是成效有限，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决策。校务基金的投资报酬率超过50%，会当有这么好的表现，就经用强调，就要脚踏实地，才有法度把代志做好。校务基金用得非常精准，就该投资要投资，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那就是说要非常务实来做事情，啊，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是要好好想清楚。所以我们就说做对的事，再把事情做对。国立大学的预算大约有4成拢是来自政府，研判伊3读通过的总预算案，教育部去互台6200万，冻结18.36亿。部长陈英也表示，冻结的预算是占业务营运的1/4，希望过年了会当量早解冻，避免去影响到基础运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民间团体将对去年的性格情感教育的新闻选出年度的10大新闻。去年是以青少年为着性病数量增加，以小性剥削案件增加，还有所谓性暴力的案件是真多，这些新闻上受到关心。我们的家长其实更在意的孩子的就是性安全跟性健康的部分，所以他其实呢，整个的教学年龄阶段，他的建议甚至会比联合国建议的还要提早。去年6月底，民间团体调查中小学家长，发现家长希望囡仔较早接触性安全方面的性教育。民间团体建议伫学龄进前就做，这是比联合国建议的学龄阶段做搁较早。
这条新闻加上民间团体统计2024上甲情感教育10大新闻的头名。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这跟我们的国情，对我们国情的部分是有关系。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的速度跟国外是不一样的。民间团体今年是第5年票选规年度的上甲情感教育新闻，选出排名。2024的结果包括青少年为着性病数量提悬，而少性爆射案件增加，所谓性暴力案件多，这寡新闻拢入选。民间团体表示，这负面新闻入选，代表台湾的性教育要有修正的空间。大家都知道，健康台湾它是一个目标，对不对？所以其实性跟情感它也是要有一个目标的。如果今天没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当做目标，安全当做目标，说真的会不会幸福？就真的不会幸福。民间团体希望透过提出性甲情感教育新闻的排名，通互大众甲政府看到，目前性教育倒位也有改善的空间，达成健康台湾的目标。民间团体讲，因落尾也继续追踪排名顶的新闻，观察亲像性爆射、性侵等新闻伫今年有啥物变化，来继续对政府提出建议。记者林家凯台北报道。1月28日是国际资料温书日，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讲，咱台湾目前无各自保护的独立监督机关哦。虽然112年的12月份有成立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当初嘛要求讲，今年8月之前就要正式来成立。人权团体就呼吁期限之前哦，委员会就要赶紧来成立。数位时代，一支手机就通藏各种个人资料，方便民众用网络银行、租车、公共服务系统。虽然真方便，不过个资外泄的风险也就增加。伫111年发生健保资料库案件了后，宪法法庭判决需要有个资保护的独立监督机关，所以就伫112年12月成立个资保护委员会筹备处。筹备处有伫去年12月议过个资法的修法草案，草案规定未来各机关需要由副首长担任个资保护官。台湾人权促进会是认为这欠缺独立性。各个机关的这个副首长他平常其实都已经有重理许多就是自己的部内或是委员会会内的一些会务。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说不是有一个就是专门来从事各资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人来负责担当所谓的个人资料保护官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会怀疑说他的就是独立监督机制是不是能够充分的一个发挥。另外，目前个资法修法草案讲到，若是个资外泄、情节重大时，要主动通知当事人。司法改革基金会表示，情节重大定义无明确，而且无论情形敢有严重，民众拢有参与权利。无论是不是重大，都应该通知当事人，来让他保障自己的权利。他在受到通知之后，他可以对网络上的个资进行删除或者变更等等的方式，来预防降低这样的风险。人权促进会批评目前议过的个资法修法草案欠缺中立性，也无够完整，呼吁行政机关、立法院爱重视民众的基本人权保障，伫时间内谨慎完备个资保护的监督机制。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要过年咯，小事提醒民众哦，过年一寡菜若烫过，搁再烫，食到可能会食物中毒的风险。物件嘛已经爱烫好滚咯，若无滚，若70度尔，细菌是上熬生炭。食袂了的物件嘛爱赶紧家放冰箱。佛跳墙、油饭、过年美食澎湃上桌，毋过这一大道的年菜常常食袂了，过2天搁烫烫的搁食。毋过小数提醒，安尼做可能食材营养拢流失，甚至都要注意食安问题风险。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要先买常温的食品，好，比如说可能米啊、罐头类的，再买一些冷藏的食物。好，比如说一些蔬果。那第3呢，再买一些冷冻的，比如说一些冷冻的肉类、冷冻的鱼类。专家表示，过年准备年菜上好方法，就是适量准备，每顿拢食了，减少风险。毋过，若是要将物件冰冻起，也要把握大关键，避开危险的温度7到60度，这个区间细菌繁殖上紧。所以，剩的食物第一时间都要冰入冰箱，冷藏温度差不多4度左右，减缓细菌的产生。冰箱也建议放6到8分满就会使，若无循环无好，温度会提悬。另外，也避免烫真侪摆。在常温底下，我看的数据是有63个小时嘛，你可以掌握的就是温度，温度最重要。你就是
不要让它落在7到60度 C 之间太久。不过进前才爆发宝林地震，想象餐厅引起2摆较大范围食物中毒的案件，专家提醒亲像蚌壳类酸、毒素无色无味、无法度发觉、远离保存不当或者是来历不明的发觉食物是上有效的防护措施。仙人掌管菌较会由土山甲虫团传播污染食物，常常出现伫米饭这主食，拢要注意。污染到仙人掌杆菌潜伏期都很短，很快就会发病。然后发病的话，它产生症状都是急性肠胃炎。另外，若是食物中毒，下头的症状大部分甲米饭或者是淀粉类制品有关系。若是早饱的症状，可能是烟肠、肉汁这肉类制品，食类进前都要注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明仔载总统府阁要来举行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中会确定环境部去年底提出的2030年减碳的目标哦。外界预计讲会讨论2032年甲2035年的新目标。目前减碳量应该会定伫35%到40%。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认为2035年上少就要减量52%，伫2050年才有可能当做到零碳排。不管是发展社区型的小水力发电的设备，也是利用农业废弃物推动永续产销，相关的减碳措施拿集做伙发表成果。参加发表会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讲，台湾净零转型的发展，民间的力量是真有帮助。也强调1月23要举行的总统府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搁加重全国减碳的力头。6大部门需要做的减碳行动，那我们各自提出了救援减碳，就是就排放源来进行减碳行动计划。本地国内2030年减碳目标是减少24%排放量。去年底环境部公布新的目标，减碳28%，春求2%。也1月23要举行的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嘛要公布2032年甲2035年的新目标。方向讲要减碳35%至40%。针对这站，环境部长彭启明敢若表示讲是愈有企图心的目标。目前我们的确是设下一个有企图心，但是要很努力的目标，这个数字一直到现在还在微调当中。那可能最后让总统在明天对外宣布。针对政府愿意加重减碳的力头，台湾气候行动网络是表达肯定。不过嘛讲，若要符合2050净零排放的法定目标，台湾恐该伫2030年减量40%才算有够；2032年爱减量46%；2035年爱减量52%。款团嘛提出4大诉求，包括打造社会支持的再生能源发展模式，嘛爱订定积极的政策，引导高碳产业来转型。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就职咯，嘛宣布讲，考虑要对2月初1开始，将对中国进口的商品要来加扣10%的关税；对墨西哥甲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要加扣25%的关税。嘛，经过后面若无进口愈侪美国商品，美国嘛来进行关税报复。另外，川普嘛宣布讲，要成立新制之门的公司，投入美国人工智慧 AI 的基础建设。美国总统川普2月伫白宫的工作会报强调，中国无积极打击毒品芬太尼，所以考虑自2月初1开始，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10%的关税。We'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 o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y're sending fentanyl to Mexico and Canada. How soon on those tariffs? Probably February 1st is the date we're looking at. 川普也强调，因为墨西哥加拿大继续放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所以也考虑自2月初1开始，对这2个国家进口的商品加扣25%的关税。而且川普也批评欧盟无进口有够的美国商品，包括汽车加农产品，所以欧盟恐惊也闪袂过关税报复。We have a $350 billion defici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treat us very, very badly, so they're going to be in for tariffs. 除了用关税来报复以外，川普2月伫两地银行执行长孙正基、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甲骨文共同创办人艾利森的陪同下，伫白宫宣布，这3间知名的科技公司将会投入1000亿美金，未来的资金会更加增加到至少5000亿美金。
做伙合资成立一间名叫做星际之门的公司，来进行美国的人工智慧基础建设，估计包括微软甲辉达也会参加。New American company that will invest $500 billion at least in AI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ry quickly, moving very rapidly, creating over 100,000 American jobs almost immediately. 另外，川普伫咧竞选时阵，佮着边夸嘴讲，伊上任了24点钟久内就向俄乌战争停火。不过，川普第一是强调，若是俄国总统普京故作针对停战进行谈判，伊可能会对俄国实施制裁，但是并无说明详细制裁方式。同时，川普也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介入，最近来推动俄乌战争停战。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签署几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是取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世的公民权哦。有22个州提出违宪的诉讼。另外，川普嘛宣布讲，美国要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嘛表示讲，望美国会当过来考虑好清楚。美国总统川普就任签署行政命令，记载声称无经过许可入境美国人士在美国生婴仔，就是美国公民的权利，已经有真侪州提出违宪法律诉讼。He wants to redefine American citizenship altogether, but he cannot. One man cannot simply erase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even the president. And when I took this job, I swore an oath to uphol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is state. New Jersey is leading a group of 18 state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in filing a suit. 川普无论是顶一摆担任总统，还是这摆为竞选到就任，拢强调会打击非法移民。川普认为，真侪非法移民越境进入美国生囡仔，主动取得公民身份，还是生育旅游，拢是咧损害美国公民的权益。美国采属地主义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主要是出生公民权。所有伫美国出生还是规划美国各受因管辖的人，拢是美国公民。川普敢是只凭行政命令就会当杀到宪法规定会面临挑战。So we paid $500 million to World Health when I was here, and I terminated it. 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上大的金主，川普决定退出。世卫表示，过去70年来，世卫甲美国拯救无数的生命，保护包括美国人在内所有的人免于受到健康威胁，像终结出租、小儿麻痹，也要到引渡的病院。We hop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consider, and we look forward to engaging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 to mainta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HO. 川普签署文件时，详细计算盘，表示中国人口14亿，美国假设人口3.25亿，中国支付3900万美金，美国所爱付5亿美金，加上不满对社会伫应用新冠病毒疫情不利，伊原本打算顶一摆担任总统连任的时，就要退出社会，也毋过败选无多做到，即马一就任就签署行政命令，拒绝继续放卡油。公司新闻为连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花莲南区一间国小有家长投诉讲，导师讲话来霸凌囡仔，考试囡仔的身材清差，互囡仔真着伤。学校嘛表示讲已经在调查处理了。班导咧甲全班的同学讲话，针对一个姓吴的囡仔的一寡行为，请大家斗阵看是毋是适合。啊，毋过老师的情绪真激动，所以也无动物加回答。既然你会不舒服，那请问你对我说的事情，你觉得我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跟你说，我那里随时都有你家里的电话，请你过来一趟。已经太久了，爸爸妈妈可以饶了我吗？请你过来处理，那是你的小孩，不是我的。读国小5年的姓吴的学生，因为甲同学纠纷，互家长投诉，佮加上感觉老师平常时对伊管教无公平，要甲老师的手机藏起来，毋过学校安排辅导了，师生关系又完正紧张。老师常常会在课堂上，就是依他的身材、他的穿着去做开玩笑，引导同学去哄笑。他经过我儿子，基本上不是白眼斜眼，就会讲去死。他嘲笑身材、穿着、长相，也不是只针对我儿子，都是班上特定的某些孩子。因为最近向问妈妈安怎无听死亡，家长真心疼，佮反对发生不幸，要求学校将这老师调离。关府教处表示，会依照委员会调查结果，才做出裁决。
那所有的程序已经进入校事会议的一个进行流程。至于说受理的内容跟老师的说法，我们就有在校事会议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外面的委员做一个调查。本案学校已经受理调查，那现在在调查的程序当中，那会视调查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个后续的相关处置。有其他家长事后表示，这老师是代课老师，做班导，让人产生疑虑。学校强调会搁加强学生的心理辅导，也加强老师情绪的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南的桂林，有一间幼儿园，一礼拜前有教保员和家长指控讲虐待囡仔。这几天哦，共一间幼儿园别班嘛逼出讲有9个囡仔嘛，互教保员苦毒。台南市议员就批评教育局的机制已经失灵，嘛强调讲市政府应该赶紧来定出治条例，针对私立的幼儿园，就爱增监视器，嘛爱加强稽查。囡仔当咧行路，教保员甲伊摔倒，佮甲头针、甲耳仔、甲揪条条，拖去边啊，强逼要甲饲物件。毋但安尼，佮有细汉囡仔来来回回，互人拖起来转几啊届，互人看甲真毋甘。车站规定这间幼儿园的碰瓷班，有18个囡仔，互教保员用无正当的方式管教。同一间的海岸班，佮逼出24个人，就9个，哪像互教保员苦毒。点子议员开记者会，出面甲教育局的处理方式，考试甲无一地好。是为什么老师可以这么狠心的对待这些小孩？因为他们也都还小，甚至很多小孩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被处罚，这样被打，因为他们看起来的眼神真的也很无辜。教育局，你经常为什么台南市怎么变成是一个虐童的城市呢？这样子的话下去，你知道这些家长真的是要能安心去工作吗？家长讲，本正是吊电眼要看因的囡仔，无因我煞看到别班的囡仔嘛安尼互糟蹋。根据了解，目前家长也未报案。不过，桂林分局讲，昨陆续有家长联络来看影片，但是近来少连续发生苦毒囡仔的事件，林一足质疑教育局内面的机制敢是失灵。对此，教育局回应，这位老师已经停职，后续会交予相关单位来调查甲认定。我们一定会做这个停招1年，这一个让园所来做一些反省。如果更严重的话，我们不排除撤照这样子的动作。我接受，我没有尽到督导的责任，但是我们都有在认真的告知认真的管理这一块导师为什么会这样啃他？因为我们也规定很严林免就议员建议教育局未来通爱定期调查电眼，也呼吁市府未来爱针对事后来将电眼的治条。林保署台东分署去年3月野放的一只乌熊在监控收到亲像死亡的信号，互保育人员是真烦恼。上山去找这只乌熊，落尾发现讲是监控的设备落去，加载熊平安无事。去年3月伫花东唱歌山区野放的这只乌熊哪里好？不能做人，祈求会当平安。也毋过伫去年年底，台东林保署刷收到哪里好挂的发布器无信号，就是伊死亡，派森林护管员上山找找，伫海拔1000多公尺悬的卡道区森林找到伊的红棍壳。也毋过同时伫附近还发现一只走真紧有鱼标的乌熊甲熊手，确认看到的乌熊就是哪里好伊也换嘞。比对它回传的资料跟讯息位置，那我们也可以很确认它应该就是蓝面虎。它的出现呢，其实可能也代表着说它跟我们报平安。因为乌熊会到浅山找者，定打着陷阱受伤。哪里好就是台东林保分署成功救援受伤治疗了后，野放的第7只台湾乌熊。最近几年，花东地区加海拔山区，定推出民众看到乌熊出入。台东林保分署呼吁民众发现乌熊出入，会当通报乡镇公所甲花东两县的林保分署，佮保持人熊距离，避免冲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大学生，因为接买2天的渡船的月票判决申请补发，也毋过互船公司拒绝，学生就去提告。反映是判讲船公司败诉，爱赔这学生3771块。船公司讲月票顶头其实拢有注明判决是袂当补发，也毋过因是尊重法院的判决。高雄轮船公司有提供高雄科技大学基丁军校的学生囡仔坐基丁渡船的月票优待。有一个4块的学生，112年无细字，将家己才买无2天的月票补起，申请补发。
不过，总公司认为当初卖票的时阵，都注明违实无被补发，因此学生提告。最近判决落来呀，轮转公司败诉，法院认定月票顶悬有相骗人名，会当比较铁路局的火车票，记名票卡若是放进去，会当申请补发，也是退钱。在收到法院判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做出决议，就是说把这个费用退给他。高雄轮转公司讲，学生月票是纸卡，真歹预防有人闪空棒偷用别人的。因尊重法院的判决，后续会讨论要安怎来改善。其实学生的月票112年有申请1056张，113年就剩817张。佮加上政府在推出 T-Pass 卡，未来有可能会停止这项学生的优待。不过，桥多摆的学生若是使用 T-Pass， 逐工来回都要加60块。有学生认为月票1个月才1000块，也是太好。有些人也需要用到那个月票啊，不一定每个人都不需要。我觉得那个是特例啊，那个高银高速那是特例，那个还是要给我们一些福利吧，不然我们在这里很不方便。高雄轮转公司讲，学生的月票优待是不是要取消？因会斟酌来研究讨论。记者柯卡祖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环境部今年开始规定讲，女社饭店袂讲过来提供用一袋的单调的用品，若无适当来用买，严格互民众是真怨叹哦。即马环境部是表示讲，若民众是真正袂记自责，业者适当免费来提供。去过器皿啊，全部装入去袋仔内面，无要提供民众使用啊！这是女社业者为着要配合环境部伫咧今年元旦实施的政策，要求女社业者袂使阁提供一届性的用品所做的改变。当然，有些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一次买了太多？比如说组合包，那这个我们就要建议了基于这个环保跟减量跟消费者的权益真的忘记带的，提供单项的。环境部鼓励女社业者，若民众袂记得建议免费提供，若无建议唔通强迫人客买贵租。有女社业者表示，伫政策实施了后，开始甲在地农民合作，用竹仔做器皿仔，除了有地方特色，实在卖器皿仔促进消费。牙刷，阮是没有主动提供，感觉阮伫迄贩卖部里卖，伊迄是用竹仔做的，有较贵。不过这个机会呢，就是阮甲这个人客沟通，因为阮是环教场域嘛。今年距离过年休9天，环境部呼吁过年期间出门佚佗大饭店女社爱记载个人的清洁用品，嘛有专工设一个环教拍拍狗的网站，内面提供273个环境教育场所，过年期间会当去行行咧。希望大小朋友会当哪佚佗，哪还是环保知识。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